躲好了，我的子弹可不长眼哦。小丫头，你玩这个游戏难道是为了弹我脑门啊？不然我干嘛要玩这么无聊的游戏啊？为什么我就打不中呢？看我的！你不是说有猫经常来偷东西，你才在这等着打猫吗？我又不是猫。猫真的来了。久未收到回信，心中惦念，望速回信。干什么呢？这鸽子怎么又来了？你把什么给吃了？没什么。你知道鸽子身上哪里最鼓吗？鸽子粪啊！这鸽子粪是补品中的极品，这种好东西，我当然要先吃为敬了。叶青然，你疯了吧？这鸽子真好啊，细皮嫩肉的，拿回去炖汤肯定是上好的排毒补品。排毒？彩莲把鸽子带走。哦。哼，臭鸽子，让你帮我三哥传信，活该吃了你。哇，我还从来没有尝过小丫头的手艺呢。叶青然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哇，你是不是想偷喝我的汤？没有啊。起开起开，这个不是给你的。那是给谁的？不会是那个若美人吧？毒死他才好。可算到了，这封信我等了好久了。哎，我看看。还是没有我的飞鸽传书吗？禀殿下，没有。月儿，你是将我忘记了吗？小姐，这现在也不是用膳时间，为何要给景世子送汤啊？你懂什么？这送汤不是重点，贿赂才是。贿赂？这边央子明天就要去乐旗了，只有他带着我，我才能混进去啊。小姐，你真的要去乐旗啊？嘘。郡主，彩莲姑娘也来了，有事儿吗？我们小姐特意炖了鸽子汤，想给景世子补补身子。郡主，不如把东西给我，我转交给他。我想亲自给他。他人在哪儿？刚刚还在屋里呢，这会儿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他出府了吗？好像没有出府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在这等我啊。小姐。公子体内的寒毒还未见好，要去乐旗极寒之地，恐怕对公子的身子不利。不论如何，这趟都得去了。公子此次千万注意安全。那边民风彪悍，又属两国交界之处，处理不好，便会有刀兵之灾。起兵之时，不过是声东击西罢了。乐旗主患病已有2月，圣上这次派我前去的目的不过是查探一下虚实，为天圣谋取更多信息。我密查过，现在乐旗的国师就是当年天圣的大理寺卿，当年就是他协助云老王爷调查慕容府的案件。慕容家被灭门后，他便没了踪影。
想必他是知道些内情的。公子可以顺便去探查一番。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我只是不知道，原来云端高阳的锦世子不近女色，是因为有段绣制品啊。不是告诉过郡主吗？不要擅闯此地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云郡主啊！公子，既然他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那就不能留活口了吧？啊！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继续喊。这个是给你的，上次害你犯了寒毒，特意炖了补汤给你补补。你也可以喝。公子，就这么放了他，万一他听到我们说的话……放心，看他的样子，肯定什么也没听到。既然是郡主的一片心意，你就喝了吧。小姐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当然啦，只有去了才能找到宝贝，到时候我就能回去了，你家小姐才能回来啊。可是这江湖术士的话能信吗？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要不你还有别的办法？好你个云浅月，原来变老实了都是装的。看我去爷爷那儿告你一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死不悔改。来，您的面啊，多谢。给。多谢。怎么样？你看，慢点儿，别摔坏了，小心点儿。等会儿，你们俩看着有点面生啊。我们是景世子的贴身侍从，有要派。你们，贤哥大人，我们吃碗面耽搁了，所以来晚了，请见谅。进去吧。谢谢。你等会儿，你怎么有点动啊？你是个女的。误会，怎么回事？快走。彩亮，你看，回来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贤哥大哥，我们小姐想跟景世子去月旗玩，可现在她自己一个人进去了。你想想办法，把我也带上嘛。可是，你们已经被发现了。贤哥大哥，好哥哥，这月旗路途那么遥远，环境那么恶劣，我不能丢下我们小姐一个人啊。这个办法是有，等稍晚一些，换了守卫，我带你进去。谢谢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主子，准备好了。
怎么回事？主子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混进来的。让他去掌旗。啊！郡主，郡主，你喝点水吧。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这才坚持了半日，还有5、6日才能到呢。5、6日？我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？郡主，来得及是来得及，可是回去的路你认得吗？啊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我问你，是谁让我扛这破旗的啊？别看我是不会出卖我家主子的。哼，我就知道是这黑心黑肺的，还嫌我不够赖啊？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？不是，郡主，可不是我说的。郡主，水壶。你告诉荣姐，她到了乐旗，我一定要让她五马分尸，大卸八块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咱俩什么时候才来救我？我没有口水喝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不热吗？不热。小兄弟，走吧，跟我们凉快凉快去。下回歇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不去。哎呀，走吧，你个大男人怎么扭扭你？我说了不去。怎么还不走啊？郡主真的不热吗？你早就看出来是我了，故意整我的，对不对？故意整你？这是朝廷派去乐旗公办的队伍，若是闲杂人等都可以随便进入的话，那我这一路上岂不是危险重重啊？郡主不在帝都好好待着，乔装混进我的车队，我现在只是略施一下惩戒而已。更何况，你的装扮如此拙劣，真是让人想看不出来都难。你欺人太甚！怎么，不愿意去啊？那你可以走啊。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走。你要干嘛？既然郡主决定要跟着我走，那你最好乖一点，否则前路漫漫，路途遥远，我怕没办法保证郡主的安全。你3尺。哼！我听说那乐旗是极寒之地，你小心寒毒发作，冻死在那儿啊！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云爷爷，我来找小丫头。跑了，留了封书信就跑了，幸好碰上了景世子，
才让我安了心。爷爷，这件事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肯定会说是浅月不知礼数，不顾廉耻，这可是在给我们云家抹黑呀。小丫头何时出的城？约莫有半日了。哎，天霞，找着那个丫头，记得给我带回来。爷爷，等浅月回来，我帮您教训她。浅月出去的事，要被传出去的话，你和你娘就都给我滚出云府。爷爷。四殿下，原来是咱们的四殿下呀！四殿下这是要出城吗？你二人怎会在此？回四殿下，奉旨例行排查。看四殿下的样子，急色匆匆的是要出城了，可不知四殿下是否有陛下颁发的出城手令？冷大人，你这大门看的倒是不错。哼，四殿下过奖了，这是臣职责所在。可若是四殿下没有出城手令，臣恕难从命。冷大人还是莫要多事。四殿下要出城，岂能是你我阻拦的？秦都官向来是公私分明的，没想到这次竟然要徇私嘛！我身为皇子，皇家行踪岂能向你透？让开！想必四殿下是要有急事了。放行。撤！我听说啊，这云郡主偷摸追随景世子去了乐齐，这叶清染就是关心则乱，这不也偷摸跟着去了。哎，你说这山冈皇帝远，孤男寡女的，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你说云浅月也去了乐齐是吗？怎么，你也很在意？你也跟着去啊？你以为我是他吗？再说了，你刚刚不说了吗？山高皇帝远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。这谁啊？看着有些面生啊。他是主子的书童，平日不怎么出来，你自然没有见过。他呀，天生黑脸，据说行军路上带着他辟邪。世子知道此事吗？出使乐齐事关重大，可不能儿戏。我天天侍奉主子左右，怎么连我都不信？进去吧。世子请。景世子，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上房，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了，还请早些休息。下去吧。是。这房间真不错。水好了，洗把脸吧。你真细心，辛苦你了。嘿嘿，在家照顾主子，在外照顾采莲姑娘，都是顺手的事儿，不辛苦。哎，那我家小姐呢？这房间这么多，你家小姐肯定随便住。嗯。你早些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这天可真够热的。可不是嘛，这么热的天。嗯。没别的房间了，你就在这里啊，跟他们挤一挤吧。啊！我不习惯跟别人睡。你大男人哪来这么多事儿？就睡这儿吧。我，哎，兄弟，这儿有空位，赶紧过来睡啊！过来睡吧，啊！你们先睡，我去趟茅房。冰呀！景世子啊， 3尺。
郡主大晚上不睡觉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还用问吗？房间不太方便啊。为何不方便？装的我就这么有趣吗？啊！你让我怎么跟一群大男人同睡一屋啊？啊！实在是没有房间了。难道郡主要和我这个大男人同睡一屋吗？世子，你下去吧。啊？去给我打洗澡水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不乐意啊。遵命，景世子。明日的行军路线，我带过来给您过过目，您先看看。下去吧。是。你是燕子在里面了吗？真舒服呀，真没人性。要不你进来给我搓搓背啊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。演戏都不会演全套。你别出来！你可别想美事了，我有这么下三滥吗？哎，我想好了，一会儿呢，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下。哪有主人睡地下，随从睡床上的道理？哼，我是女孩子嘛，景世子要学会怜香惜玉啊。你是玉吗？在我看来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而已。好吧，那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，行吧？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不太好吧？谅你也不敢逾矩。郡主，你也太不了解男人了。这千百年来能够坐怀不乱的，只有一个柳下惠而已。你敢？郡主不妨试试。哼，试试是吧？荣姐啊，你这一路欺负够我了，你可别怪我。郡主想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别胡闹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怪不得别人说咱家公子不爱女色。怎么了？原来，哦，慢着！这房间留给你，我出去住。喂，不是说千百年来坐怀不乱的只有一个柳下惠吗？你们刚刚有听到什么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好好看守。是。
大人。这次我倒要看一看，没有了通关文牒，他们还怎么去乐齐？若是舍弃官道，遍地丛林猛兽，他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喂，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我都等不及了。通关文牒是不是在你身上？什么文牒？进入乐齐城内所需的公文，我放在房间里的，不见了。喂，我跟着你也就是为了混进乐齐，不然你以为我爱待在你身边啊？我拿那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撤！撤！吁！撤！吁！陈老大，我要包船。去哪儿啊？乐齐。可是我这船上还有别的客人，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没关系啊，我跟他们挤挤。好啊，上船。谢了。常老大，方向似乎不对啊。我们走的是捷径，你要是走官道的话，还得慢2天。原来你们早就包藏祸心。你钱财外露，怪不得别人。小姐，景世子说去找通关文牒，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了啊？傻呀，外面这么多侍卫在呢，他能就丢下我们？哦，也对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。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再等等。跪下！不知二位有何贵干？说吧，通关文牒是不是你们偷的？世子，他们身上没有发现通关文牒，只有这个。
是谁啊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陪我冰蝉。什么冰蝉啊？我在这守了足足2个时辰，要不是你过来吓走他，我早就抓到了。你陪我。行了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姑娘，你又是谁啊？你知道可以入药的冰蝉有多珍贵吗？要不是你突然飘过来吓走他，我早抓到他了。姑娘，你也讲讲道理，腿在他自己身上长着，跑了也怨不得我呀。我不管，反正你得给我抓回来。哪里来的野丫头，讲不讲道理？我是拓跋族的拓跋叶切，反正冰蝉是被你吓跑了，你就得帮我找到。拖把是吧？哼，爷还有事儿，没工夫陪你玩，告辞。我不打女人的。跟你说过我不打女人，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是别来纠缠我了。哎，你什么你？有什么花样，统统都使出来呀！怎么样？害怕了吧？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要么是去帮我找到冰蝉，要么就是被我的赤练蛇咬一口。我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本事，唯独啊就是不怕蛇。什么东西啊？胭脂！我的赤练蛇呢？把我的赤练蛇也弄没了，你赔我！我的赤练蛇我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办呀我没有两回去见家里人了。喂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你哭什么呀？我的冰蝉没有了，连我的赤练蛇也不见了，我怎么办呀不就是掉了一个小宠物吗？小丫头就不会这样，哭哭啼啼的小家子气。行了，我帮你找你的冰蝉。那还有我的赤练蛇。好，我也帮你找。大丈夫一言九鼎。景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小姐，你口渴了吗？我去给你倒点水喝。嗯。竟然是个女的！对啊，怎么是个女的呢？兄弟们，你们看，竟然是个女的！怎么回事？之前一直没发现，有女的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是啊，都散了，别看了。我
我不打女人的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什么不重要，还是赶紧找吧，我还有急事要办呢。什么急事啊？你帮我找到冰蝉，或许我也能帮你的忙呢。我来找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意中人啊？你小小年纪，懂什么呀？我懂得未必比你少。让我猜猜，你呢？肯定是想来月齐，但是不小心迷了路，落了水，才流落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笨头笨脑的，想去月齐啊？碰上本姑娘我，算你撞大运了。真的？冰蝉，嘘。我抓到了！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把冰蝉给我！你的破蛤蟆，我给你抓到了。小燕，我不欠你的了，可以走了吧？真的是冰蝉啊！站住！我的玉扳指呢？姑奶奶，你又丢了什么呀？我刚才明明还带着的，怎么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？肯定是被你偷走了。开什么玩笑！我天圣什么宝贝没有？我要你个破玉扳指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的破蛤蟆我已经给你了，你不要再跟着我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可算是找到您了。您在外面玩了一整天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报告好。是。这个贼子把我的玉扳指偷走了，抓起来！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给我抓起来搜！慢着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当今天圣四皇子，你们不以礼相待，还要搜身，得罪了我们天圣，我让你们个个脑袋不保。现在是个中原人就敢说自己是皇子啊？我看我的玉扳指就是被你偷的，抓起来，给我好好回去搜。是。哎，这什么鬼啊！本王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虫子了，恶心死了！叶公主，叶姑娘，我姓拓跋啊，拓跋，那个你能不能先把这些小宠物都给收回去啊？收回来可以啊，那你乖乖跟我回去。啊！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跟你回去，我跟你回去。蛇毒性寒，与你体内的寒毒相克，你怎么能为一个女子，让自己体内寒毒愈发严重？幸亏我跟着队伍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通关文牒丢了，看来要另想办法了。你怎么能为一个女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只是想利用她进入月齐罢了。就凭她？公子莫要说笑了，她一介女流之辈，有何能耐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我想休息会儿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这是最新的驱寒散，你试试。多谢。